若打来，伫这个超商嘛，当买到国小的营养午餐。台中大平国小的营养午餐是使用在地食材，加上这个营养是真平均。去年参加到便利商店学校午餐的比赛来得奖，这个月正式来就市，放伫个超商来卖。学生囡仔讲，放学了后，阁会当食到学校好食营养午餐，真正是真欢喜。 厨房妈妈们所准备热腾腾的便当，营养均衡，也是台中市大棚国小小朋友最爱的营养午餐。现在用铜板价就可以在超商买得到。伫咧大鼎炉用大几的煎食来料理，油含用料精准控制，备出营养的中昼顿给学生啊食。特别到中昼时啊，学校召开的人就无用试伫咧主导，内底菜单嘛伫咧前一个月前就先准备好势。大平国小甲菜单摕去参加2021年超商的台湾学校午餐比赛，摕到肯定。今年6月伫咧全台湾的超商上市，和全校的老师学生拢欢喜甲噗噗跳。学校营养午餐很好吃，在外面都可以买到，开心。可以买到我最爱喝的玉米浓汤。学校的大组跟二组都很厉害，其他学校没有，只有我们学校有，很酷。囡仔拢欢喜讲，放学等去厝了后，可以当食到学校的中昼顿，有够幸福的。果仁和鸡汤是因上爱食的。 考虑到我们小朋友的营养需求，还有主要都是一些在地食材的使用。那我们这一次特别选用的地瓜浓汤里面，我们还加了金针菇，就是增加一个膳食纤维的摄取，还有增加奶粉、增加钙质摄取，还有像坚果等等，这些都是一些非常营养的元素，轻食的一个料理的摄取。 学校强调，这摆得奖的菜单用五谷饭来做沙巴鱼便当，那好食个营养。即摆搁伫咧超商开卖，含全台湾的民众做伙分享因上爱搁骄傲的营养中昼顿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